来看巴西的骹球明星内马尔加入沙特阿拉伯联赛的希拉尔，甲球队签2年合约，2年薪水一年是1亿6千万欧元，大约是新台币56亿。也那阿根廷骹球明星梅西转战美国了后，连6场比赛伊拢有踢入球，即马是带领球队拼入总冠军赛。比赛才第3分钟，迈阿密国际的发动攻势，马丁尼兹伫禁区边缘起脚破门，这场美国职业骹球大联盟联盟杯4强赛，迈阿密国际客场对决费城人。比赛第70分钟，击败换阿根廷骹球天王梅西，家己炸球突破伫禁区外口，超远距离上演世界波。梅西这射门离球门有31.8公尺远，而且伫草坡顶悬穿过守门员练入球门。这是梅西转战 MLS 了后，近6场比赛都进攻第9球，并列球队进球王。最后，迈阿密国际4比1拍败费城人，进入联盟杯总冠军赛。另外，巴西骹球大名车内马尔真欢喜摕新球季的战袍，正式转回沙特阿拉伯联赛豪门球队希拉尔。And we will win together a lot of trophies. Welcome to the 内马尔进前，可能也初步想要留伫原本效力的法甲豪门巴黎圣日耳曼，了后被证实沙国豪门希拉尔用9千万欧元，差不多代表31.52亿的转会费，甲内马尔签2年，总额高达1.6亿欧元，将近代表56亿的天价合约。内马尔今年3月因为脚膊受伤动手术，一直无法度比赛，也传出无伫大巴黎未来计划之内，加上西甲巴塞财务顾问无法度迎接伊转来，最后决定去沙国，也后欧洲联赛第1年来失去4罗，梅西甲内马尔3大球星。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。